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文锦谢老师。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农历7月，那么在民间里头，那么居家环境到底有哪一些那么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需要避免哪些问题？那么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所谓的阴暗。当房间如果过于阴暗的时候，对于住在里面的人健康方面来说会受到影响。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所谓的要避免潮湿，因为民间说法里头，好兄弟喜欢聚集的地方，第二个条件就是潮湿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当居家环境湿度如果过于潮湿的时候，我可以放3盏比较强的卤素灯泡，让房子里的这个湿气跟冷的这个我们讲阴冷的这个气场能够得到改善，对健康自然就会提升。第3项要注意的事项就是避免有这个所谓的高频率的声音产生，比如说榕树下吹口哨，或者在这个山区里头吹口哨，有一些频率呢，可能是我们一般耳朵听不到，但是呢，对他们来说却是非常敏锐的。举个例子，我们有一种笛子叫狗笛，它吹的时候你是听不到声音的，但是狗狗会立刻很敏锐的跑过来因为它听到你在呼唤它。另外呢，像家中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风铃啦，或者是铃铛的这个摇的声音，都可能会对好兄弟们产生无形中的一个频率的一个连接，所以这个部分能够避免，我们就尽量的避免。那么第4项就是在民间里头会建议大家尽量在农历的7月份尽量不要挂灯笼，原因是因为在民间里头，那么寺庙的能力越大，普渡的这个物品越多，他们立的灯高才敢越高，这样子可以引导好兄弟们在比较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你们这个地方在普渡。但灯笼有各种不同颜色如果你是寺庙里头所谓的红色、黄色，这个就没有关系，但白色的灯笼就有如我们可能在丧事的时候商家挂的白色灯笼一样，那自然可能会反过来吸引好兄弟，我想这一点是要特别避免的。如果你的出生的月份是在农历的1到3月春天生，或者是在这个所谓冬天10到12月出生的观众朋友，你可以尽量选择红色色系，因为这个时间点天气特别的冷，那你选择明亮的这个所谓的红色色系，就是让我们的运势上面、能量上面来有所提升。那么如果你是在夏天的时候，也就在农历的大概4月到6月中间，这个时候是最炎热的时候，那因此选择蓝色色系，对于这个整体的运势来说的话，会有很大幅的提升。至于在农历的7月到9月，也就是秋天生的人，那观众朋友你可以选择绿色色系。当然所谓的绿，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会建议你选择明亮这个色系，对于你的可能整体的一个这个气场或能量的一个提升，会有大幅的一个帮助。以上的这些禁忌分享，那么提供给各位好朋友作为参考。那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农历7月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